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发生2起爆炸，造成多人伤亡。路透社引述塔利班一名官员的消息称，喀布尔机场外发生的爆炸至少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90人死亡。喀布尔的急救医院说，他们已经收治来自机场的大约140名伤者。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在向外国记者的吹风会上表示，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有关的情报调查尚未公布之前，就已在病毒溯源问题上指责中国，将此问题政治化。傅聪表示，将中国当成替罪羊并不能为美国辩解，如果想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就必须准备好接受中国的反击。当地时间8月26日19时许，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江布尔州的一处军事驻地发生火灾，火灾引发爆炸。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发布消息指出，塔拉兹的爆炸事件发生于一部队的军火库之一，爆炸导致60人受伤，附近居民被疏散。日本厚生劳动省26日发布消息称，国内5个都县的8个接种会场发现尚未使用的美国莫德纳产新冠疫苗瓶内混入了异物，发现混有异物的总计39瓶。厚劳省要求暂停使用相同时期在同一生产线制造的3批次，总计约163万剂疫苗，以测安全。由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 TIKA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建造的拥有72个床位的吉尔吉斯土耳其友谊医院已经开始接受患者的治疗。根据中国官方天山网8月24日报道，至今为止，东突厥3各县市的1600多个所谓老城社区已被拆除，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当局强调，要把更大规模的开展这项工作作为一项紧迫任务。观察者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当局一方面试图摧毁老式的维吾尔社区，另一方面试图为像洪水一样向东突厥3迁移的汉族移民创造一个栖息地。那是1071年8月26日，在曼奇科尔特战役上，塞尔柱统治者阿尔帕斯兰取得了巨大胜利。950年前，击败拜占庭皇帝蒂欧根尼的阿尔帕斯兰为突厥人打开了阿纳托利亚的大门，阿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就此改变。